除了皇家贵胄的青睐以外，寄畅园在文人墨客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。许多诗人、画家曾到访此地，被其美景所吸引，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。这些作品如今已成为研究寄畅园乃至中国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。如今的寄畅园已经不再是昔日隐匿在山林之地，而是无锡市的文化名胜之一。经过多次的修缮和保护，它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辉煌。尽管名气不如苏州园林的大，但每一个踏入寄畅园的人都会被它的独特魅力所吸引。如果你来无锡，不妨走进这座低调而充满魅力的明代园林，感受那份与众不同的宁静与诗意。在这里，或许你能找到江南园林真正的灵魂所在。好的，好了。
要是哪个都要。这样
要躲到这里是吧？哈，行走。